你好，是今日欢迎收看11月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以林景贿选掠夺作为主题召开记者会，会中指控立委林义景发送白米、泡面等物资涉嫌贿选。不过议员朱正轩却到场自拍，质疑国民党是为了替参选人李全教转移乌金的焦点，才开这种抹黑的记者会，结果引发双方激烈的推杀冲突。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耀辉、市员王家珍、林彦竹、柯志春、尤英志6日中午伫议会召开记者会，指控立委林义景伫今年9月伫永康区发送白米、泡面、蔬菜等生活物资，并提出现场翕到的赖清德林义景服务团队相片，指控林义景贿选。一公斤咧有品牌草100块到120块，无品牌草45块，45块到50块。这米到底几公斤啦？吼，第一，蔬菜米粉，米粉啊，蔬菜我是唔知啦，但系我平常讲米粉啦吼。第三，泡面会过期未啦吼？那么假借各种名义，行贿行之实。这样子的包装起来的，明明是在贿选，可是包装了他们如此的体恤孤老弱势，我严重的谴责啊！国家已经是他们家了，国家的资源是不是都是你们在用？领取的人的对象是不是一般民众，还是属于你办公室结合的团队的一个聚肉救苦？那他的对象，好，因为跟他现在是一个选举之间的敏感时刻。所以，属于一般民众的话，会变成会连谁是一个企业的贿选。记者会开到一半，林义景的子弟兵议员朱正轩也到场自拍，这个举动也引起国民党团不满，双方先爆发口角，后来演变成为肢体冲突。过程中，朱正轩也告发林彦竹你的访问费偌济钱，并质疑国民党团是为李全教转移乌警的焦点。国民党团为了帮李全教转移黑金的焦点，现在开到记者会，我就直接拿我的资料拿给我。李彦柱议员，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啊你？我就问一个问题，李彦柱议员，你的访问费多少钱？你的杀虫剂多少钱？国民党团也表示，朱正轩来闹场是咧转移贿选的焦点，对着林义景送物资的代志，蔡耀辉表示，若是一礼拜内检方无办，伊将会到台南地检署进济抗议。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根据教育部111年运动现况调查，台南市大考的人口比例超过3.9%，排6都第一。马副议员沈振东伫总日顺相当的关心，对此黄伟哲嘛坦承，家己担任市长增加10公斤，所以要带头减重，同时对学校机关的软硬体开始做起。虽然现在健身房的设立愈来愈新，显示民众运动减重、追求健康的需求。不过，根据教育部的调查，台南市大考人口比例高达3.9%，是6都第一。所以，议员沈振东伫总日顺的呼吁各局处积极推动减重计划。市长为天马坦承，家己年内增加10公斤，所以要带头来做。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马会对学校机关开始做起。在硬体的设施设备当中，我们可以盘点各个的这个中央部会的或者是地方的一个资源，来争取更多的这个可能健身相关的器材，让我们的社区长辈或社区的民众可以更加的快速的触及到。那再来呢，我更要提醒就是市长说，我们的卫生局其实非常首当其冲，不管是营养师的一个协助我们那个
我们的这个可能餐餐在外的外食族，可能要怎么吃会比较健康，或者是说教育局或者是社区关怀据点的社会局，这些其实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要麻烦市长说，不是只有减肥为重，而是说吃的健康，然后要健康的瘦。胖会造成很多疾病，因此想要减重变成一个我们需要努力的目标。那作为市长，我当然除了自己要带头来做一些健康的行为、健康的生活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带动这个城市能够变得比较健康。因此，刚刚讲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至于鼓励的方式分，简单的说，硬体跟软体。硬体的部分当然是在国民健康中心或是一些健康的器材上，在社区、在活动中心能够购置，好让一些年长者好能够，或者是让一些使用活动中心能够使用。那软体的部分，当然希望也是可以带动大家一起变成一个减重的风气。至于要从哪里开始，我认为说从学校开始，然后从我们机关开始可以这样做。议员强调，国民健康的目标就是饮食食得健康、健康减重。市长嘛回应，减重的目标对学校开始，尤其营养午餐由营养师的饮食调配，就是一种好的教育观念，减少小胖子，同时对多元的标准来推动健康社区。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天高的疫情虽然已经压落来，不过防疫期间嘛凸显安南区有防疫空旷的乐港市场。议员郭清华表示，这个市场有海沙的问题，已经年久未清，内面也囤真侪废弃物，隔壁插有滋生病媒网，所以要求市长要下定决心彻底来处理。今年天高在防疫期间嘛凸显安南区乐港市场长期趴远的问题。电线环绕市场内也囤真侪废弃物，甚至卫生局嘛查出滋生病媒网。对此，议员郭清华表示，这个海沙屋市场有天高在防疫的指标意义，却因为产权问题，40天来无法度解决，所以会长嘛提出短期违规开单，一直到长期强制拆除，都持更新的解决方案。希望借着天高这个危机，要求市长下定决心彻底解决。像乐港市场这边遮，你比如讲海南里因遐嘛是有一个私人市场，即嘛是规个拢荒废去伫遐哩。离城这边遮一寡海沙屋一寡空屋咧拢已经荒废伫遐哩。这个时间啦到即嘛已经来到11月啊，这个过程已经过6个月啊。恁市政府这边遮对着这登革热啦，恁即马目前安怎彻底去甲处理，要哪去应用？恁敢有一个全部的一个配套甲处理的方式出来？乐港市场伊产权是多元，那我想会当咱这边登革热的这个告一段落咱紧来将伊的乐港市场改动。产权看安怎由因唔管因，咱就招因的互相因遐业主来，看做一个解决。因为足侪业主拢无住伫当地拢回伫外县市，回伫所在别个所在，市府出面来召集因，还是因的代表人来做一个彻底的交甲产权解决。迄个所在看要拆除来另外卖人，还是要起大啦，要做啥，咱才来处理。原本闹热市场，即马来变成暗蒙蒙、厝体更金，搁看黑黑，加上废弃物一堆，已经引起地方民怨，烦恼成为天高热的主成员。而究竟如何处理，可让市府团队执行的霹雳。今日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明年迎接台南400由台湾电话拍头阵，议员陈鸿武的将对沙仑电区的交通疏导甲体贴民众的角度，除了要求市府设立巡回接驳车，嘛进一步希望将电区延伸到两家空山节，好游客对早到暗拢会当踅老条观光林调。迎接明年台南400议员陈鸿武透过甲辣妹翕相，就希望借机会来宣传
当年台南400拍头阵的台湾灯会，其中针对沙仑灯区的部分，因为灯区真大，行路要1点钟，所以我嘛希望市府参考云林的经验，提出伫高铁站区的范围规划巡回接驳车，甲市府讨论。我们整个灯区其实蛮大的，其实在走整个绕完整个灯区，用走的徒步可能要1个小时。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求大家都可以将车停在特定的停车场，甚至坐公车过来，那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性再做一个巡回的接驳车？现在在烦恼的是，一方面有要去购物的，一方面去搭高铁的，这个人潮不要造成了交通的拥塞，耽误了人家要赶车的时间。那如果高铁区就是说灯会区在区内接驳，这个部分要慎重，因为如果再增加交通量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交通更乱。我们现在已经想说如何减少高铁站区、沙仑区内的车流量。办灯会除了徛伫服务民众的角度，同时要慎重考量对交通的冲击。会中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观光旅游、文化甲交通等相关的局处，需可将灯区的活动延伸到龙井、空山节来积极行销，让观光客对早到暗拢会当体验。沙仑灯区它适合你 day and night 玩，从早玩到晚。为什么？我有3间 outlet 在那边。所以我才会要求说，有没有这机会交通局协助，早上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沙仑园区之后，到晚上的时候比较多可以观赏的地方，在我们的空山祭的市集。议员都要关心台湾灯会伫台南的规划，嘛要求正式体检设施来活化龙井182线桥卡环境，并打造成适合各种年龄层的公园，而不是现在拢无啥物人行搭的盲仔公园。台南新闻阮吉林银根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湾人出名爱食火锅，一档四季拢会当享受。今年3月才伫安平新开的火锅店，因为店内所有食材拢严格把关，加上健康的好滋味，而且连拉面、蛋饺甲沙茶酱这配角拢坚持顺手工，就希望展现专业经营的精神。以自然原味的烹调方式，精致的摆盘，融合西方前菜元素与创新，秉持对食材友善的态度，从事餐饮工作15年的 Mason， 用食材连结生活与大自然，创造低负担的好味道。之前一直都是在做西式料理比较多，就是意大利菜啊，然后西班牙菜，然后法式餐厅，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火锅它其实就是没有局限于哪一国的料理，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地方，可以去做结合，然后去把我之前所学的那些西式的，比如说熬高汤啊，然后跟就是把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不要过度的去做烹调。对，我觉得好的食材其实它是不需要去做过多的处理。店内的肉品也特别选用日本和牛、西班牙伊比利猪、Pride 等级的美牛、阿里山玉米鸡等优良食材，就连火锅配角沙茶酱、蛋饺也都是手工特制，口感非量产冷冻可比拟。台湾人大部分都爱吃沙茶酱，那以南部来说，我那时候在调的时候就是有比较偏甜一点，然后比较结合像是沙茶轮的那种味道，然后去做改良，然后去特调出一个我们自己的配方。
Mason 为精进厨艺，过去也曾前往日本2星米其林餐厅学习，与日本同事一起工作的期间，被他们的职人精神所深深感动。Mason 也将这份理念带进到他的餐点当中，因此将店名取为良人，传达出良人秉持良心制作粮食这份坚持。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市友谊城市当中的日本茨城县土浦市，因演有历史悠久的全国宴会大会、国家级自行车专营道以及全日本第2大湖所发展的观光烹船等等，拢成为一大特色。所以土浦特别邀请所有热爱生态甲深度旅游的台湾民众，前往亲身来体验。对汤机场直飞了飞行机，一到日本茨城县到喜气的布条来欢迎台湾游客，展现彼此的友好关系。特别土浦，更是今年疫情过后台南第1个签署的日本友谊城市。同时，台南嘛是土浦伫亚洲第1个姊妹市，对双方拢有指标意义。其中，距离东京无到1点钟，地当到的社浦是日本第2大湖。来到这袂当错过，就是骑铁马。当然要欣赏美景进前，车马先到最亚土浦车站的单车广场，因为这嘛是全日本第1个直通车站的卡车据点。双手空空，讲行就行，做回来坐车体验，享受骑车的滋味。土浦我们来了，单车行直播。随着集团甲深度旅游的潮流，当地打造了国家级认证，全长180公里，是日本上长的单车专营道。除了欣赏沿途美丽湖景、甲山景，以及规片壮观的农产，借出所感压力。当然，买当踅到社区，感受当地特色建筑，拢有无同款的感动。吸引这些游客来体验，相当推荐。今天天气真的很舒服，尤其现在10月份，就是其实气温很舒服以外呢，然后沿路就是还有很漂亮的湖景，然后这自行车道也非常的平缓，所以其实骑起来呢真的是心旷神怡，然后风景又很漂亮这样子。会不会推荐朋友来这边再骑？会，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感受跟东京不一样的都市的步调的话，其实可以从东京来到这边，短短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觉。它的景色是还蛮特别的，然后它沿途的那个路算很平。尤其在节点的地方，是比台湾的那个节点还比较顺畅，这点我还蛮推荐的。来到这骑车骑铁马，也会当来码头将车开入去观光船，近距离接触风景，欣赏湖水的美景。其中难得的是会当看到过去掠鱼使用的篷船，虽然早就被拖网渔船取代，不过现在借着特殊白色篷船来发展观光。感受参照时光甲画作的黄昏美景，使人赞叹。今日は皆さんに、霞ヶ浦りんりんロードのサイクリングと、あと自転車を船に乗せて、クルージングをするサイクルーズ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ました。体力に自信がない方も、こちら帰りは船で帰ってこれますので、湖の上の景色も楽しめたり、自転車も楽しめますのでおすすめです。はい、あとですね、今日は特別に帆引き船の方も、サイクルーズの方から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た。霞ヶ浦の伝統的な、手法の漁の船でございますので、皆さん帆引き船の方も珍しくご覧になっていただけたと思います。除了篷船的壮观，土浦市对大正14年1925年就开办较大宴会竞技大会，今年将伫11月4号登场，嘛是日本3大宴会当中唯唔是热天举办的。精彩场景实在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适宜明年的版本，给大家评判。推荐大家爱亲身来感受现场的震撼。3、2。台新闻古籍日本专题报道。2023科技棒球嘉年华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场举行，会中特别邀请副总统赖清德来开球，现场更有科技棒球比赛、运动科技旗帜等等，相当多元热烈。请投球。副总统赖清德做投手，替科技棒球嘉年华来开球。
这场活动由台南市政府甲南台科技大学共同主办，被展现台南市的棒球科技甲创意。棒球文化是未来社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科技的导入是不可或缺，在这一条路上，或在健康台湾的路上，我会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同努力。我想很多的运动项目都需要跟科技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成就运动员最大的爆发力以及最好的运动成就。从运动科学只是纯粹做学术研究，到运动科技是要做产业发展，并且以台湾科技产业的实力，一定可以把运动科技做到全世界第一的。嘉年华除了会当看棒球比赛以外，还会当现场体验多项科技棒球的相关设备，参像是南台科技大学 AR 武术，还有电视智慧巨屏2.0，提供全面准确运动表现数据，同时甲高速影像，互参加的民众专心佮趣味的体验。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由环宇文教基金会主办2023听见偏乡和缓的成果发表会，4号下晡伫台南市立总图书馆举办，邀请社区内弱势家庭以及长期支持的社团、企业甲爱心民众同乐，场面是热烈温馨。伫个吹笛太鼓团甲偏乡学童共同的太鼓表演下，为环宇文教基金会主办的2023听见偏乡的呼唤成果发表嘉年华会正式来揭开序幕。基金会今年预计北中南要举办3场，头一场由着台南出发，现场邀请真侪社区的弱势家庭、学童甲家长参加。现场包括市长办公室的副主任、社会局专委、甲妇儿少科的专员拢亲自出席，还佫有协办单位、东区创专甲立委陈定辉的联合服务处，这社团、企业甲爱心民众拢共同出席，场面热烈。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嘉年华会，有2个机构一起在办。一个就是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春节协会。那这2个机构虽然是2个机构，但是呢，它共同关心的是同样的一个议题，是什么议题呢？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就是生命的议题。到底生命是什么？在我个人，我们还有许多的同仁也都是这样相信。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人认同。每一个人的生命有3个面向，一个叫做身，一个叫做心，一个叫做灵，身心灵3项，然后呢，立足于天地之间，形成了天地人3才。所以呢，3项跟3才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面对的生命的处境。这片土地不缺的是爱心，但是缺的是行动其实就是大家都很有爱心，可是怎么用行动来帮助孩子跟他们陪他们成长非常重要。所以等一下还有一个仪式是有18位成年礼他们等于是说返乡的鲑鱼一样我们也期待这些我们的青少年的朋友将来那个有所成就，或是进到社会也能够继续再回馈这片这个土地继续来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快乐的读书将来能够有所成来回报给这个社会基金会董事长除了一一颁奖感谢状，给所有参与的协办单位，另外现场也有贵宾为了基金会鲑鱼回流的青少年举办成年礼祝福，现场温馨。在个颁奖加成年礼过后，现场也有环宇的偏乡据点，包括林德、关庙加新市的学童才艺表演，有太鼓、合唱以及幼儿园的舞蹈表演，共同陪伴弱势家庭度过一个欢乐的周末假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11月6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